歡迎收睇世界天氣預報，我係羅文哲。澳洲嘅東南部近日受溫暖氣團影響，一早一晚會比較暖。不過南部地區啦，將會先後有2度嘅冷風系統從西向東掠過，咁隨後2日嘅氣溫啦就會再降到10度以下啦。預報圖上見到同冷風相關嘅風勢同埋雨勢，咁氣象局發布惡劣天氣預警，預計當地星期1嘅朝早啦，陣風時速啦會有接近100公里，而且雨勢啦都係有時頗大㗎。跟住先同大家睇下其他城市天氣。廣州、澳門、廈門天晴，台北、高雄多雲，上海天晴。北京有雨，瀋陽驟雨，首爾多雲。日本嘅東京、大阪多雲。東南亞曼谷有雷暴。吉隆坡有雨，新加坡有雷暴，雅加達有雨。胡志明市馬尼拉有雨。澳洲嘅墨爾本驟雨，悉尼天晴，布里斯班明朗。惠靈頓明朗，奧克蘭驟雨。孟買有雨，新德里多雲，卡拉奇係驟雨。溫哥華明朗，三藩市洛杉磯天晴。紐約有雷暴，多倫多明朗，芝加哥有雷暴。睇埋歐洲，倫敦、巴黎、阿姆斯特丹多雲，法蘭克福驟雨，蘇黎世有雷暴。返嚟本港，預測係大致天晴酷熱，氣溫咧係介乎28至34度。展望呢個星期嘅中期咧係有驟雨。天氣就講到呢度先啦，拜拜。